我哋女人呢，有咗一定閱歷之後，係咪開始覺得嗰啲輕飄飄嘅飾品呢已經鎮唔住場，開始更懂得欣賞嗰啲有份量、能夠襯得住自己氣場嘅珠寶？最近工廠新鑲嘅呢幾盤滿綠大膽面呢，就係為呢份懂得而做出嚟嘅。無論從大膽面嘅日常佩戴到收藏款，一一同大家分享一下。先講下一啲大膽面嘅揀商。咁好多時呢啲朋友呢都係醒翻嚟，唔單止為咗傳承，更重要呢，佢係日常呢都可以戴。首先睇呢粒，佢個台面就好大啦。點解做一個咁簡單嘅鑲嵌？就係為咗將佢個大膽面呢突顯出嚟。哪怕你着 T 恤呢，都可以顯高貴。呢一啲雙重嘅疊帶連環亦都好唔錯。嗱，呢啲戴上身呢，佢都係精緻裏邊顯貴氣。揀鑲嘅綠色大膽面呢，就係俾嗰啲霸氣質流又中意好 casual 嘅朋友日日戴嘅。仲有啲朋友收膽面係為咗咧出席一啲重要嘅場合，咁呢啲咧就係好雙款啦。呢啲咧就全部都係果綠色嘅膽面，每一個都係有種穗，睇上去好似每個都一樣咁樣，但係佢嘅 size 啊設計咧都係略有唔同嘅。呢粒好似鴿子蛋咁大嘅大膽面，咁裏邊咧做咗雙重嘅圍鑲，借助鑽石嘅呢種火彩，能夠襯托出呢種綠嘅貴氣，令佢喺四面八方去喚醒呢粒膽面嘅熒光。大家話有冇一啲咧唔使戴喺心口上，而家適合通勤但又可以霸氣質流嘅？咁我就首推一啲咧戒指款啦。呢一粒非常之透朗起熒光嘅，其實佢本身就達到冰種以上，既有飾料陽綠嘅大氣，又有種水料嘅靈動。另外能夠喺戒指同埋膽面之間自由切換嘅，呢啲就係日常嘅兩用款。一件首飾兩種心情，兩種嘅搭配方式，呢啲呢就係俾嗰啲懂得過日子嘅姊妹們。最近亦都出咗一款非常之中性大氣嘅手錶款，配住一粒非常之陽綠嘅大膽面，好帶出現代嘅時尚同埋貴氣啦。有句話我覺得好有道理，就係好嘅嘢呢，佢係可以陪伴你一輩子嘅。無論你今日中意邊一件，你首先結緣嘅都係呢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嘅嗰一件。如果你想換種心情、換種戴法、換種款式，都可以揾錢錢。我哋有自己嘅鑲嵌設計嘅工廠，都可以幫你去實現。講到底，翡翠嘅靚一半在天成，一半在珍惜，亦期望你哋嘅翡翠就係你自己心心念嘅嗰一件，或者不妨同自己請一件你心心念、你最中意嘅一件翡翠去陪伴住你。關注錢錢請翡翠，唔踩坑。